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初5，咱做伙来读以西结书第42章到第4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42章，迄个人带我往北行，来到外庭，伊阁带我入去一排厝。这个厝一面往圣殿的空地，一面往北边的房间。这排厝长50公尺，宽25公尺。往北这边有门。这排厝一面往10公尺宽的内庭，一面往有铺石板的外庭。这排厝有3层，逐层的走廊3连。这排厝的门拢往北，头前有通路，宽5公尺，长50公尺。因为走廊占一寡空间，所以3楼的房间比2楼甲1楼的房间较矮。这排厝有3层，因为无亲像外庭的厝用条仔托地，所以3楼的房间比2楼甲1楼的房间较矮。伫外庭，这排厝的头前有一堵墙，甲厝平行，长25公尺。往外庭的房间长25公尺，往圣殿的房间长50公尺。这排厝下面的东边有一个门通到外庭，迄个通路的宽度甲外庭的墙相款。圣殿的南边嘛有一排厝，这个厝一面往圣殿的空地，一面往南边的厝。这排厝的头前有一条通路，甲北边迄排厝同款。房间的长宽款式甲出入口拢甲北边的厝相款。南边迄个房间的下面甲北边的厝同款。伫通路的开始有门通出去。迄个人甲我讲，南边甲北边面对空地的房间拢分别做成，伫上主面前服侍的祭司伫遐食至圣的物，祭司伫遐放至圣的祭物，就是素祭、赎罪祭甲赔罪祭的祭物。祭司入去圣所了后，袂用得直接出来外庭，就将侍奉上主的时穿的礼服留伫遐的房间。因为遮的礼服是圣的，因着穿别种衫，才通亲近会众。迄个人让圣殿内部的春节了后，就带我对东门出去，去量圣殿的四周围。伊用罗德的牛切牛，东边长250公尺。伊阁设去北边、南边、西边，用罗德的牛切牛，每一边长拢是250公尺。安尼，伊让圣殿的四周围长宽各250公尺，四周围拢有围墙隔开圣甲俗的所在。第43章了后，迄个人带我去往东的门。看咧，伊说个上帝阳光对东边来，伊的声亲像大水牙影哗哗吼。对，因为伊的阳光发出光彩。这个异象甲以前我所看见上帝毁灭耶路撒冷异象，以及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异象相款，我就拍落裤骹。上主的阳光对东门进入圣殿。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，带我入去内庭。伫遐，我看见上主的阳光充满圣殿。迄个人徛伫我身边，我听见有一个声对圣殿甲我讲：“人子啊，这是我的宝座，是我的脚点，我要永远住伫
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以色列人甲因的君王袂用得搁因为拜偶像惊淫乱，也是因为君王的尸体亵渎我的性命。因将王宫的后殿去我圣殿的后殿，搁将王宫的门条去我圣殿的门条。因甲我的中间间搭隔一堵墙，因用这个通厌恶的事亵渎我的性命，所以我发大生气，甲因消灭。但因袂用得搁拜偶像，搁着将君王的尸体刷离开我圣的所在，我就要永远住伫因中间。因主啊，你着将这个圣殿的设计指示以色列人，互因让圣殿的大势，对安尼会晓为着家己的罪恶感觉见笑。因若为着家己的行为感觉见笑，你着将这个圣殿的设计、款式、出入口、所有的设计甲规例、所有的款式甲条例，拢甲因讲。你着伫因的面前将这个写清楚，互因通照这个圣殿的设计甲规例去做。圣殿的条例是安尼：圣殿着起伫山顶，圣殿的四周围是至圣，着会记伫。这就是圣殿的条例。这段的寸尺是这段的基座悬50公分，宽50公分，四周围有船，宽25公分。第二站基座悬1公尺，宽50公分。第三站基座悬2公尺，宽50公分。露台就是上顶面站，悬2公尺，顶面有翘起来的四支角，悬50公分。露台长甲宽拢是6公尺，是四方形。基座的长甲宽拢是7公尺，是四方形。四周围有船，宽25公分。基座四周围宽50公分。像这段的旗仔东平。至悬的上主对我讲：人主啊，下面是有关这段的条例。这段做好以后，就伫这段顶面献烧化祭，抽献祭的火。你着牵一只牛公仔，交互侍奉我的祭司，就是利未之族撒督的后代，献做赎罪祭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你着摕牛公的火抹这段翘起来的四支角，甲露台的四角头，以及四周围捅出来船。你着安尼做来洁净这段，互伊清气。你着将赎罪祭的牛公仔带去圣殿外面，伫指定的所在烧掉。第二日，你着献一只无瑕疵的山羊羔做赎罪祭，洁净这段，亲像用牛公仔洁净这段同款。这段洁净了后，你着牵一只无瑕疵的牛公仔，甲一只无瑕疵的绵羊羔，来到上主面前，祭司着也盐伫因的身躯顶，将因做烧化祭，献予上主。连续7日，你着逐日献一只牛公仔、山羊羔、甲绵羊羔做赎罪祭。这个精生拢着无瑕疵的。这7日来，祭司着逐日为这段行洁净礼，互伊清气，甲伊分别做圣。第8日，祭司着伫这段顶为人民献烧化祭、甲平安祭。安尼，我就要接纳恁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第44章，迄个人带我倒来圣殿外埕的东门，迄个门关着。上主甲我讲：
这个门一定着关嘞，袂用得拍开，不准任何人对遮出入，因为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已经对这个门入来，这个门着关诶。若是王，伊通来坐伫内面，伫上主面前食献过的饼，毋过伊着对外埕的走廊出入。然后，迄个人带我对北门来到圣殿头前，伫遐，我看见上主的阳光充满伊的圣殿，我就趴落去涂骹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我所要吩咐你有关上主圣殿的规则甲条例，你着详细看，注意听，搁记伫心内。你着注意什么款人才会用得伫圣殿甲圣所出入。你着甲遐背约的以色列人讲，即款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我无要搁忍受恁所做一切通厌恶的事。恁咧献精神的火甲油，做我食物的时，竟然互遐身躯甲心灵无受割礼的外族人入去圣所，拍拉三我的圣殿。恁做遮个通厌恶的事，违背我的约。恁家己无伫我的圣所尽恁的职责，颠倒叫外族人伫圣所替恁执行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住伫以色列人中间所有身躯甲心灵无受割礼的外族人，拢不准进入我的圣所。上主讲：以色列人行袂路，去拜因的偶像的时，利未人嘛气杀我。我要照因的罪刑罚因，毋过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所侍奉，固守圣殿的门，伫圣殿执行职务。因通替人民抬烧化祭甲其他祭祀的精神，轮班为人民服务。毋过，因为遮的利未人捌为以色列人主持拜偶像的事，互人民跋倒犯罪，所以我对因立誓，因一定得受刑罚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因袂当亲近我，袂当做祭司侍奉我，袂当挖掘我一切的性命，也是至圣的物。这就是因做通厌恶的事应该承受的见效。我要指派因固守圣殿，做圣殿内面应该做的事务。以色列人行袂路离开我远远的时，利未支族撒督后代的祭司犹原尽因伫我圣所的职责，所以只有因通亲近我，侍奉我。因要伫我的面前献精神的油甲火予我。我至圣的上主安尼宣布：只有因通进入我的圣所，伫我的祭坛侍奉，做我交代的职务。因对门入去内埕的时，着穿幼麻布的衫；因伫内埕甲圣殿侍奉的时，毋通穿羊毛做的衣服。因着戴幼麻布的头巾，穿幼麻布做的内裤，腰毋通下大，才免流汗。因出来外埕会场遐以前，着先将伫圣殿侍奉穿的礼服脱起来，放伫圣的房间，然后穿别种衫，才免因的衫互会场正做圣。祭司毋通剃光头，嘛毋通留长头毛，头毛着修整。祭司要入去内埕的时，袂用得啉酒。祭司袂用得甲一般的寡妇，也是离婚的妇人人结婚。干那通甲以色列人的在色女，也是祭司的寡妇结婚。祭司着教导我的子民什么是圣，什么是俗，互因知什么是清气的，也是无清气的。若是有属相，需要祭司裁决，祭司着遵照我的命令审判。祭司着伫
我所有的节期遵守我的条例甲规则，搁守我的安息日做圣日。除了过身的人是家己的父母、囝儿、兄弟，也是未出嫁的姊妹，这时毋通挖棍尸体，互家己无清气。伊结婚了后，着搁等7日，才通进入圣所的内庭。伊伫圣所侍奉我以前，着为家己献赎罪祭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这是有产业，我就是因的产业。伫以色列，毋免互因什么产业，我就是因的产业。素祭、赎罪祭、赔罪祭的祭物，要做祭司的食物。以色列人献互我的，拢要归属因。头水的农作物，甲献互我的祭物，拢归互祭司。恁得用头水的麦仔做头一块无掺假的面丸，互祭司。安尼，我就要赐福气互恁。白鸟也是走兽，无论是自然死的，也是互野兽拆离的，祭司拢毋通食。第45章，恁抽签分土地，互逐支族做产业的时，得留一份献互上主。这块土地着长12公里半，宽10公里。这个地区拢是圣的，着对迄中间画一块地，长宽拢是250公尺，做圣所的用地。四周围着搁画宽25公尺的空地，让这块地的一半，长12公里半，宽5公里，着画以做圣所的用地，是至圣的。这是全国中间圣的所在，要归互管理圣殿、亲近搁侍奉上主的祭司。因的厝甲圣殿拢伫这个圣的地区内面。另外一半长12公里半、宽5公里的土地，要归互伫圣殿侍奉的利未人，做因大的所在。搁着伫圣的土地边仔画一块地，长12公里半，宽2公里半，做以色列人徛起的圣殿。要画互君王的土地，是伫圣的土地甲以色列人圣殿的用地的两边，一边伫圣的土地隔壁，一边伫圣殿用地的隔壁。西边的地通到地中海，东边的地通到东边的边界。土地的长度甲以色列逐支族本地的土地同款。这块地是君王伫以色列中间本地的产业。安尼，王袂阁欺压我的子民，伊要照逐支族应该得到的土地分互以色列人民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的君王啊，我无要阁忍受恁啊，着停止恁强迫甲欺压的事，着秉公行义。恁毋通阁抢夺我子民的土地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恁着用公道的天平依法百特，让固体的依法甲让液体的百特分量着同款，用毫每年做单位，一毫每年就是10依法，嘛是10百特。计算重量的单位是舍克勒，一舍克勒就是20几纳，一米仔就是60舍克勒。恁着照安尼奉献恁的祭物，小麦着奉献收成的1/60，大麦着奉献收成的60%，橄榄油着奉献收成的100%，羊着对以色列
水源充足的草场饲羊，每200只奉献1只。这会通做素祭、烧化祭、平安祭的祭物，为人民赎罪。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，全国的人民拢着带这个祭物去到以色列的君王遐，伫七安息日甲其他以色列人的节日，王着负责提供烧化祭、素祭、奠酒祭的祭物，伊着准备赎罪祭、素祭、烧化祭甲平安祭的祭物，互祭司为以色列人民赎罪。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正月初一，你着献一只无瑕疵的细只牛犅做祭物，洁净圣殿。祭司着摕赎罪祭精生的火抹伫圣殿的门墘、这段的四字角以及内庭大门的门框。正月初七，你嘛着为遐个无意中也是因为毋知犯罪的人献祭，安尼圣殿就得到洁净。对正月14开始，恁着守半过节。伫这7日的节期中，恁拢着食无甲饼。节期的第一日，王着为家己甲全国人民准备一只牛犅做赎罪祭。伫这7日的节期中，伊着逐日备办7只无瑕疵的牛犅，甲7只绵牛犅做烧化祭，献互上主。伊嘛着逐日准备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。伊阁着备办素祭，每一只牛犅也是绵牛犅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，阁甲3公升的油。7月15守大料节的时，王着照半过节的条例，伫7日的节期中，逐日准备赎罪祭、烧化祭、素祭甲油这的祭物。第46章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内庭的东门安息日甲初一着拍开，下当做工迄6日着关着。祭司要为王献烧化祭甲平安祭时，王着对外庭经过这个门的走廊入来，徛伫门条边，伫后殿遐敬拜，敬拜了后就摕出去。这个门着一直开着，会用以前毋通关。每一个安息日甲初一，全国的人民着伫这个门的头前敬拜上主。安息日，王着用6只无瑕疵的羊羔，甲1只无瑕疵的绵牛犅，做烧化祭献互上主。上时着献的素祭，每一只绵牛犅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，每一只羊羔配偌济幼米粉，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。每17公升半的幼米粉着加3公升的油。每月初一，伊着献无瑕疵的细只牛犅1只，羊羔6只，绵牛犅1只。王嘛着准备素祭，每一只牛犅甲每一只绵牛犅拢着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做伙献。每一只羊羔配偌济幼米粉，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。每17公升半的幼米粉着甲3公升的油做伙献。王对外庭这个门的走廊入来，嘛着对原路出去。伫这期，人民要来敬拜上主的时，对北门入来的，着对南门出去；对南门入来的，着对北门出去。不准因对同一个门出去，因着对入来的门对面迄个门出去。王着伫人民入来的时入来，伫人民出去的时出去。伫这期甲指定的日子，要献的素祭，每一只牛犅也是绵牛犅，着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；每一只羊羔着配偌济幼米粉。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。
17公升半幼米粉，就甲3公升的油做伙混。按照伊的心意，奉献烧化祭也是平安祭，互上主的时，就为家己开东门。伊就照安息日的条例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伊离开了后，门就关起来。王逐日就准备一只无瑕疵一岁的羊羔，做烧化祭。逐早起献互上主。逐早起王嘛着献素祭，用1公升油超2公升幼米粉献互上主。这个素祭的规例着永远遵守。逐早起着安尼用羊羔、素祭甲油做烧化祭献互上主。至关的上主安尼讲，王若将家己的土地赐予伊任何一个囝，迄块地就归属迄个囝，迄个囝通甲土地留予伊的子孙做产业。王若将伊的土地赐予伊的元神，迄块地就归属迄个元神。毋久到运开的年，元神就将迄块地献互王，因为只有王的子孙才会当承接迄块地。王袂用伫侵占人民的土地，甲因赶离开因的土地。伊就将家己的土地分予伊的囝儿，才免我的子民离开因的土地，四散去别所在。后来，迄个人带我对大门边仔入口入去遐的房，为着祭司准备会成的房间。我看见上西边的所在有一块空地，伊甲我讲，这是互祭司煮陪罪祭甲赎罪祭的肉，以及项素祭的祭物的所在，才免祭司甲剩的祭物带去外城，互人民因为接触到剩的物直到受责罚。伊阁带我去外城，经过外城4个角头，每一个角头拢有一个细细的亭，这个细细的亭拢有墙仔围着，长20公尺，宽15公尺。4个角头细细的亭，大细拢同款。每一个细的亭四边拢有石墙，石墙下面有灶。迄个人甲我讲，这是灶骹，圣殿的工作人员伫遮做人民献的祭物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42章到第46章。